收看《怪客临门》。你的华语很不标准。你的华语也是吧？处理莫笑没有飘飘米 K OK。骂你太说了，那个挥手，每次他一挥，我们讲啊，阿婆是某事情，我们不用管他，哪给某事情的？黑英文信箱，太临时说要考试，大家根本来不及准备。你作弊就是不对。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基本嘅復習女》嘅節目。大家介下看到當嘅短片是客家電視台咧半夜推出新嘅節目《怪客臨門》，係咩非常嘅有意思咧？看到冇強嘅人都介下，強下咧學習客家話，要講好笑嘅故事。今日咧分享了到節目嘅主持人係呢個宋明翰，歡迎。大家好，我係宋明翰，我主持一個新節目《怪客臨門》，聽咗愛看哦。耶！哇，你剛剛是不是刻意弄得很斯文，很像很斯文？我剛不好意思說做作。沒有，剛剛那一段我在心裡面已經 re，一直在 re， 從剛剛在放片頭，然後你在主持，我就一直在 re， 因為怕被那個海陸的聲音帶走。唔錯，以為佢講大家好，我係宋明翰，聽咗會看哦，就哇，這個跟我認識的明翰。對，好，先等一下，等他這樣大嘴鼓，我剛剛分享給你們大來賓，台來賓誰？你講黃義豪先生分享。大家好，我係黃義豪，我係客家人，我們是講客家話，阿里亞多恩多各大媽。我剛剛在講明翰的時候，義豪老師就在旁邊說，那不是真的他。他不是，對對，好。他私底下就是真的很有禮貌的一個人。多麼有禮貌呢？多麼有禮貌！我曾經有10年。不敢跟黃義豪說話。我真的不明白。我們今天要好好宣傳這個節目。不過我想要先聽一下，你為什麼有10年唔敢同佢共發？對，因為以前的黃義豪是很尖酸刻薄，然後對社會有很多適合刻薄會這個主題。不一樣，刻薄會是屬於他的，刻薄會哦是屬於我們全世界客家人，是這樣分開來。好會圓哦你，然後呢？對，就是他很尖酸刻薄嘛，這樣子。那他就看到什麼東西就要挑刺，就比方說，我們一起吃飯，我不小心夾一個東西掉了，可以被他酸5分鐘。哦。甚至是我拜師那一天，那來了很多行業的前輩，很多親朋好友。是。然後我跟黃義豪就演了一個段子。哦。然後我爸在廁所就遇到了黃義豪，就說：“義豪，謝謝你這樣照顧我們家明翰。”怎麼？然後黃義豪說：“宋明翰呢？”哼。然後就走了。對我爸也要這樣子。就還在延續那個台上的情緒，沒有。不過我覺得入戲很深。不過我們必須說，after 10 years，10年過後，他現在是一個暖男。哇，真的，經過了社會的毒打，對，人總要成長。被延上幾次之後，總會暖一點。好，我們看啊。大家看到這就是我們我們說喜劇演員也好，脫口秀演員也好，你看立個拱大嘴鼓然後，這就是你們真的是我沒有打斷，你們真的停不下來耶。哦，你也是啊，你也是。所以我現在我現在是努力的打斷。如果聽不到大家來搶大家來追從嘅實心事，我們要介紹怪客臨門。好的，義豪老師，你不要一講客家話，你的眼神就要開始放空。應該多少聽得懂一點吧？我必須要把注意力放在我的耳朵這個地方。來，兩位好好介紹一下這個節目，誰先都可以。來，搶攻。哦，怪客臨門這個節目我覺得特別好，因為它是由我們這個新進的這個客家電視台主持人宋明翰所主持的優質節目。接下來我們歡迎主持人為我們介紹這個節目。一點資訊都沒有。好好說。好啦，我覺得怪客臨門最特別的一個地方，就是我們很致力於把現場喜劇的各種元素帶到電視上來。是。所以我們的來賓有請了，有我們相聲的，有脫口秀的，然後有即興喜劇的，有漫才的，甚至有很日式的落語的。這樣子，那我覺得最大給觀眾的一個刺激就是說，我們可能很少有人有機會是常常到劇場去，對，或者是說我們劇場喜劇的觀眾很少會預期說，我可以在電視上看到我喜歡的，沒錯，現場喜劇演員。那我們這個節目就滿足了大家的夢想。我必須說，我們邀請的這些特別大來賓，就是這些怪客，機會要的怪客這些人，平常你們在外面演出的時候，票都是秒殺。有點浮誇，但是我們就當它是吧。有秒殺的啦，對，但是也有月殺的。你們這樣我真的很難接話，有殺不完的。我們這一次是把你們邀請到攝影棚，所以大家等於可以在攝影棚裡面看到你們在現場的演出。不但是這樣，我們錄影起來，所以在電視上還可以看到我們的播出。對，我覺得現場喜劇跟電視台的碰撞也是這次蠻好的一個看點。
是，这就客气了。就很多现场喜剧可以演的东西，在电视台是没有办法施展，全部被逼掉。对，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对，请说，一直被删，一直被改啊。对，的确，我们哈尬甜喜推，我们好说也是个族群频道，好不好？我觉得我们要好笑。非常好笑，但不可以腥膻色，但要好笑。那请他来干什么？我也不懂。这个节目从一开始找我编剧的时候，我适合吗？公式系统不要吧。没有，所以大家做得很好。不过的确有观众跟我反映，就记得款提起是狗和非胸盖总是款，其实动好款。可他们有真的问我，他说：“请问一下，掐一下，那个一直逼的内容是什么？”我说：“那个一直逼的就是。”叫他们不要讲，又硬要讲，然后又剪不掉，所以就只能一直逼。我们就把那些话放在一些你们剪不掉的地方。对，我们可以放一个就是花絮版的在网络上面，大家自己去看，或者是花絮版留给我们私人账号发出来。我觉得私人账号这样你们就没有问题。对，不过刚刚老师有讲到，所以等于是你们要服务现场观众，其实又要服务电视，对你们来说其实也做蛮多调整的。对，其实我觉得在录影的过程中。我们就跟导播一直沟通。对。那导播告诉我的事情就是说，不要去顾镜头。因为有时候我们想要讲话就是镜头这样跟镜头讲话。对。但是后来导播跟我们讲说，就是顾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我自己在录的时候，我也知道不能100%把自己全部交给观众。因为有时候他们一闹下去，我们节目时长也有在顾。对。然后我们节目要传达的资讯，还有比方说我们画面，我们要该跟来宾互动的地方，其实还是要顾。那对我自己在主持上就觉得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对，尤其遇到那种话特别多的来宾的时候，对，然后有时候讲话就被逼掉那种。对，什么欧爷啊，等一下，我以为你在说自己，是说我吗？我没有，我在这个节目里很乖，好不好？对，就是因为 Guido 被彩旁，就他们会彩排，然后在彩排的时候我在现场，就是我们大概22分钟左右，然后彩排完毕之后30几分钟，我们就想说，对，我们说，你们彩排。怎么有点久？人家可以删吗？讲不听公堂耳朵很硬告诉他说你们刚刚那个不要玩那么久，不要玩那么久，我们就22。他说好，我们尽量。正式录影的时候一样玩30几分钟，很正常，因为我们平常就是现场喜剧的时候，12分钟的节目我们可以演到15到20分钟。对，就是它的 range 很大。尤其你们这个里面节目又有现场来宾，对，是跟现场来宾一互动，那个笑声起来之后就停不下来。不过我有件事情我想跟2位老师讲一下，所以我也觉得有件事情蛮纳闷，其实我没有觉得很好笑，但你们一讲他们就笑得合不拢嘴，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就观众，你们只要随便一开口，他们就一直笑。对，因为观众是我们花钱请来的，对。没有吧？没有。可爱电台不会花这个钱啊，都是从主持费扣的，就逼。而且台大口内 MD， 因为我已经播出体育系，那体育系其实秀都改飞雄艺台第1集，其实我们有看到奕豪老师在里面，就是也讲了客语，讲了一个那个玲珑塔的段子。我猜他应该都忘记了。你现在不要考他。好。你看他表情有一点一直暗示我，千万不要叫他现场来一段。如果我爱讲的是台大可能他表现的就是好像很开心或是什么，事实上那天录完影的时候他闪到腰。没错。对，他是真的站不起来。我是录影中间闪到腰。对，为什么？因为你们把他推倒。对，因为我们是塞了一个桥段，是黄奕豪一直想要出来出头，想要站在中间，然后唱给大家听。对，然后我们就死不让他唱。对。那天有个小花絮，就是说，其实我们已经录完第1遍了，但后来我们就觉得不够完美，想要再补录一颗。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特别的卖力，然后就把黄奕豪这样一推，哇，他就倒在地上，然后闪到腰。吴映洁，好不好？那个演员叫吴映洁。对 ，I watching you。后来觉得还好有补录那一颗，什么叫还好补那一颗？好精彩，好感觉所以大家想其实怪下你们是有一群嘅后生人，我觉得是一群年轻人，好有一群嘅脱口秀冉冉，見到嘅戲劇嘅冉冉，就你講一下東河小嘅故事，東有時是嘅團咁講到客家話表到地圖，所以等於是看你們的故事，可以認識你們，然後感受到這個劇場喜劇演員帶來的這個歡愉跟歡樂，同時有走你了解到客家文化、客家演俗的客家法。所以講到客家話，你現在開始眼神快放空了，對？聽說因為這個節目又重拾了你的客家話，大家不要，大家應該沒有忘記吧？去世界世界國小上演這時落一道客家電視台，六干二跳行業公共嘅冉冉送命魂，現在這麼高了。立百安是包海一貫系，光頭走忙繞土漂。這是你的經典片段嗎？這是春泉老師的經典片段。海陸嘛，因為該下走二跳行業公共，他就是這麼認真。不過現在已經很大，
台高俩看电视又看到哈，就是该他谁改宋明很反正你那时候在日头下，就是大家都很认识你，所以你这是因为这个节目重新把客语用，应该是说先放下海陆腔，然后拿起四线腔。对，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讲也真的是压力蛮大的啦。那当然，其实还有这一个节目，我们致力于说，我们不是说客语比例高到不行，因为这我也做不到嘛。你好好聊天。对，但我们有个宗旨，就是说，希望每一集观众看完至少可以记住一句客家话。对。那这个对我来讲，对我自己也是一个训练，就是除了我要学会怎么讲，比方说我们黄义豪来的一集，我们有讲到就干贵某熊头。那我们现在要想的就是怎么把这一句话有机的融入到我们的剧本里面，深入浅出，让大家具象化。没错。然后什么时候回来再 call back， 就是再提到他一次，然后怎么把它延伸，怎么以他为主题去逗笑，我觉得这才是最难。说实在，身为一个客家电视台主持人，是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客家话的比例真的很低耶。对，就是为了把客家话推广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什么逻辑？我们这个节目呢，这样推出去，你刚好发现黄老师其实是在说你完全没有要接他的球的意思。对，因为他自己应该也要讲2句。我一开始就说我不讲客家话，我没有讲，我又不主持节目。我们讲哦，你大家先聊下你马场，因为节目讲过后之后呢，我会请翁喜豪先生来讲下你。当朋友走在绕墙的拐哈，林木改主青衣宋明华，还有改台来宾翁喜侯先生，哇，太开心，可以欢迎到2个 A 咖。没有，只有他，这样就 A 咖了，只有他，这样就 A 咖了，不至于吧？好 ，OK，A 咖老师以及未来成为 A 咖的宋明涵，希望可以哈。对，希望不要跟他成为同样那种 A 咖就好。OK， 暖男，你可以成为 A 货咖，这不难，是不是很难打断你们？访问你们跟我访问音乐人一样，就是音乐人真的在受访的时候很少话，可是在这个离开节目之后，他们手上如果有乐器，那个乐器声音停不下来，这边等，一直。你给他一副主板，他也停不下来。不会吧？我没有那么喜欢主板。帮我把主板还拿来。上一段节目我们讲到哈尬法嘛，因为易豪老师说你这次接受访问的时候，哈尬法的比例有一些呆。是，对，我承认。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对不对？不过这一段其实呢，你读你改管哈利门地图嘞，虽然讲系按个戏卡改故事，不过难免不了听出来讲，因为有结实量绕口令。所以易豪老师，你也有绕口令，对不对？你还记得吗？忘光。好，来吧。你看你要怎么样？你要先让老师先，还是你要？我先帮他复习一下好了。OK。好，来，第一个绕口令要镜头带到。你先讲中文。好，来，吴先生买无尾鱼给，干嘛要念中文？这中文有什么难？没有，我看你会不会。好，吴先生买无尾鱼给你，那用客家话念就是先生买米本黄老师请。这件事情真的有在我生命中发生过？有，也不過才2個月前，2-3個月前而已。有。哦，你看，先生買米本，比錄的時候念得好哎，可以吧？不錯，可以耶，勉強聽得出來。是，還不錯，還可以。還可以。那第2個，張廠長常常想，常常長。這個國語就蠻難念的。對，客語又更不容易。總衝重，聳聳胸，聳衝重。總衝重，衝上，重。為什麼講到？我怎麼覺得有一點什麼山東腔還是什麼？中間是山東腔，最後到粵語去。對，再一次，你再給老師一次機會。總衝重，重。跟上次不一樣，又不一樣，跟上次不一樣。不過對，不過跟觀眾朋友講，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就會聽到這樣的一個繞口令，對吧？是。主要就是想要展現，其實我們客家話真的不容易學，而且腳本多難寫。沒錯，真的好難。我跟你講，我記得有一次我跟黃義豪老師開那個腳本，要吵起來，2個吵架。對。現在看到能這樣做下來，就是表面上。為什麼中間要隔一個我，對不對？對，而且那時候我跟黃老師開劇本會快要吵架的時候，是宋明翰在旁邊當那個就是潤滑，他說啊，我的想法是這樣，我有個點子，那義豪老師你覺得這樣可以嗎？沒有，然後重點是我的點子，你們2個沒有人在聽。對，然後講完之後，那個黃老師就說，
随便啦，随便啦，可以啦。对，然后我就说现在是怎么样，剧本不能改是不是？对啊，我是艺术家，改什么剧本？而且你们2个是我生命当中讲话好好聊天最快速跟最密的2个人之一。就我每次跟艺梨姐讲电话，我连捧哏都当不到，我连我都当不到。我没这么快吧？但你比较坏，你知道？我是主要方，就你会让我哑口无言，然后他会让我接不上话，然后你们2个吵架的时候，我就在这边，我的想法是然后你们继续讲，对，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脚本真的不易。不过。不管我们坐在这边是表面上的和谐，还是真正的和谐，那个整些傅艺松的谢谢老师跟明翰，因为他们真的为脚本非常非常的用心，我觉得太难得了，好不好？我们要有后续解释之后，反而觉得更真实了，更刻意了，对不对？没有，好，赶快来，我们来第2个，这就是客家人的意思，刻意。这就是喜剧演员，你看我是不是很难接话？要访问你们真的很难是仅限于那种脱口秀现场演员，对啊，我们相声演员还是温良恭俭让，是这样是吧？所以不红。所以别，好不好？我希望以后你在未来发光发热，好不好？听走呆，这个是我们第2个绕口令，这个我跟你讲，我从你念国小的时候我就听了，没错。你要不要来一遍？然后我从国小到现在还是念得不太好。好，来，一站无捏讲嘅安布，一站无屁讲嘅捏讲。迄前一站无逆讲嘅捏讲，三度到一站无复习嘅下讲。掌声！来，没我的事。有啊，还是你要我一句还要啊？老师试试看。一站无捏讲嘅安布，一站无屁讲嘅衣讲。捏讲，不是衣讲吗？不是衣讲，一直都不是衣讲。捏讲。对，捏讲。哦。去一只无衣讲嘅捏讲，刷拄着不是？你完全没有救老师，你阿公，你完全没有救老师，你完全没有救老师。你要看他可以延展到什么地步。OK， 一只无复习嘅下公，至少最后是标准的，对不对？可是他最后那个下公讲成阿公，阿公爱讲阿公，好我觉得老师很棒，我觉得等一下下节目的时候他会骂你，他没有想到今天早上来，不会，我们能动手就不动头，很好，对，你有非常多改主题，其中有一些改怪哈林文呢，其实还要跟现在的流行语做结合，所以其实明翰在这个整个剧本改写作上面，其实非常的有创意，也非常的有点子，也就是说，就是我们的目标观众其实 range 很宽呐，就是年轻人看。其实大家都可来看。我刚不好意思说老人家，所以就是抬杠要再来一次，还没，别，心酸。来，这个我们先解释流行语好不好？对，等一下，我们是大家看到的两篇的客家话，不过客家话对应到俩下，你讲2023年的后上年几个代流行语会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场在录影的时候有很多年轻观众朋友，是不是你们也不知道？等一下哈，我要好好来问一下现场的哈，来哟。那个明翰，你先讲一下这个。好，来，撒撒走。老师，你觉得它什么意思？应该就是滚开的意思。滚开，滚嘛，撒撒掉，感觉起来就是滚。其实差不多，差不多其实因为走就是走嘛，撒撒是什么？就是快，所以撒撒这就是快走，快走跟滚开好像也没有距离，差不多吧？其实差不多啦。好，它对应的流行语是快逃啊。那这个其实你知道，你像是演的吧？你懂这是什么意思哈？我懂，你懂快逃吧？一块陶瓷啊！谢谢我们这位尼安观察人的叙述是，谢谢。好像没有见过陶瓷。第二题，老师，你看念一下啊，掰台嘞，第一看就是掰咖的意思。题坏掉了，掰咖。好，还不错的一个猜测，是哈，对吧？对，正确答案。完全没有关系，但我觉得老师不知道，其实有点像，你知道吗？有什么关系？老师，你知道什么是 barbecue 了？我知道啊，就是完蛋了，对，死掉了啊之类的都可以叫 barbecue。对啊，对，就是对吧？就是咖派啊，拍咖就是对，就是那个意思。越讲好像越明翰解释一下，我们在节目有说，你还记得吗？对，它是来自于一个客家的歇后语啦，叫火巴走马掰台嘞。对，就是那个马啊在河边跑。
那它的蹄子跟石子互相摩擦，对，最后就形容是延伸出来形容，就是说事情很糟、完蛋了、很坏的意思。对嘛？所以我讲掰咖是意思是对的，没错，是他一开始的那个意思。对，那所以就是 BBQ 自己的问题啊，自己检讨。好，这老师第3题你不会的吧？这难了。哦，骗子子哎，骗子子哎，骗子子哎，哦，这好，这个看字也看不懂是什么东西。有一个谴责，有一个啦啦队叫子子。哦，你们他最好是这个最好是这个字哦。我们来公布答案。老师，你很期待吧？子到底什么意思？生气。骗就是生气的意思。那子是就是很生气。它只是副词吗？老师，你念一下，你教老师一下。骗子子哎，骗子子哎，对，这个情绪就对了，就是这个情绪，这个情绪就对了。中文就是生气，就是生气的意思。说这个人骗子子哎，对你造个句，我造个句哦。他也有词穷的时候。对，骗子子哎，对，这样可以，这样就可以啦。情绪跟这个词对不上吧？再一次，你骗子子哎，正确。好，怎么听起来这么可爱呢？再来，这个应该很简单。死小鬼啊，就是说就是那些顽童。哦，顽童，我以为你要讲那种养小鬼。哦，也可以。好，它的来，它对应的流行用语。细塞故意啊，其实蛮像的，对，其实很接近，很接近。哇，在客家电台可以叫人家8+9，是不是？没有，我们是在教流行语跟哈嘎巴给对应。我们是对应而已，对应，没有鼓励的意思。超，是。对，我觉得我会落入黄老师的陷阱，我要小心。老师，你猜猜看，人家播出的时候就这一条会打马赛克，不知道为什么。对，或是一直逼。再来，最后一个。衰过，踩高，衰过，所以就是走好运的意思。哦，所以已经过了，蛮厉害的耶，猜的还不错，对，是吧？我们直接来公布一下，好的，是吧？可就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哦，就是反正就是一样是衰嘛，就是衰嘛。可是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可播？我怕大家不懂。可播其实就是可悲啊，之前网络上有人打错字，把可悲打成可播，对，那可播就流行。所以我们就说，老师你真的很可悲，你真的清采高哎，讲得好真诚的感觉。对，没有，我刚很真诚吗？对，这段一开头讲的那个吵架，不好意思，我真诚，我流露我的。对，他的骗子之类跟你的采购都是非常真的，剧本都不能改哦，采购呢，含采购。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就是你知道想算旧这样，对。好啦，你们这样整个下来之后，台尬实地，其实黄老师在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哈，就练了很多客语。其实最厉害是明翰，我以为你都忘光嘞。就你今天还记得？那每一集的剧本都是血泪的教训啊 ，OK， 都是我熬到3、4点这个。哦，你们看到的不是剧本，是我肝发出的哀嚎。所以大家聽才看，叫大聲一點。大家聽才看節目嘅播出好唔好哈？我請你所有嘅鄉親們先聊下，等下這樣再咪講。東方二度的繞場度怪下，你們嘅主持人宋明翰，讓你嘅台來賓，當時好欣賞那種節目地圖，真是太開心了哈！看不太出來的感覺。就是邀請我們兩個來上節目，我這主持真的非常的輕鬆，你懂的，對不對？哈，有時候一天主持很多集的時候，只要我們的來賓很棒，你就會突然覺得哇。心情很好，對啊，伊麗姐上次不舒服是什麼時候？哪一集？我們現在會有子母畫面跳出來，想陷害我。不過咧，講到兩看見到案發排除啲，其實見到大陸嘅節目非常嘅精彩，今日咧一定要準備啲加團。短改就是我們說短影音，放在手機上面看。等一下天時看可能是直視，可是放到手機就是滿版，因為等一下台尬都用手機來看天時，看等下都兩篇。你們應該沒看過，你應該略看過。我看過一些，但黃老師沒看過。完全沒看過。等一下繞場啲所有改鄉親朋友看下來看，然後繞場黃老師跟明翰，我們一起來回憶一下我們剪出來的這個短影。等一下他要是沒有笑就尷尬了哈。好呀，因為其實非常改有意思哈。這個是我酷愛團亮，我每天跟團亮相濡以沫。你等一
一下，状况好像差不多。我请问一个问题啊，可是这段本来就是缓亮的是哪个梅啊？这是默契。反正我热爱猜灯谜。哦，猜灯谜。对了，后啊是需要很强烈的脸部运动。对。对啊，这样音才会发好。所以呀，你讲多了，脸自然就会变小。哦，那举例一下嘛。你嘿你，嘿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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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刻意让一个女生扮看着我血压都高起来了。她叫配合。一杠，人家明明长得好好看，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逼人？你唔嘿你，逼的是大哥。来吧，每巴掌哪个东西？哈，我巴掌你妈个东西？巴掌哪个心？好土哦！有哦你，好有哦，这一集是你写的。土味情话。高来床，阿哥嘅舌头本做灯草。哎，老妹儿，你要是对我也有兴趣的话，来坐这儿，来，真的好油，你好糟糕哦！来，你这很容易被人今家。天在客家的节目有一个主持人要求人家做他大。等一下，怎么样？骚哦，黄老师，你评鉴一下。我觉得他就是本色演出啊，没有，他平常真的对每个女生都是这个样子。没有他刚在化妆室是不是也对你这个样子？你赶快理解过，就是他，没有啦。真的没有，因为呢，我不是那个，你知道，我不是里面那些小少女。哦，对，我们是吧？不会啊，我们讲话好像快要逼了耶。不会吧？就是从我大概12、13年前认识艺梨姐到现在，一点变化都没有。好，你一直都他心中的，我都25了，你怎么还18？我觉得把焦点放在别的地方，不用放在我身上，我快不能接话了，因为一国小上年生还是你。老婆现在会把话头整个劈在他脸上。真的，现在你们不要再叫我笑，因为鱼尾纹已经太深了。刚恰，好讲一下。刚刚看到这么多 YT 秀，应该有一些回忆。你们最想要推荐哪一集？最喜欢？是我自己最喜欢应该是《漫才少爷》那一集。哦，对我自己写剧本的时候写得很顺，这样。哦，对，然后演出的效果跟演员后来给我的反馈其实都还蛮好的。是，我自己蛮喜欢那一集。是那一集我也很喜欢，但因为他推荐的那一集，我就推荐一个让大家有点意想不到的。哪一集？我们有一集是邀请黄义豪在相声界的搭档陈庆生老师来。是。那你看到庆生老师的形象，你就会想说，哦，他可能是资深相声演员，是。然后他是实力派的舞台剧啊，或是电视剧演员。对。结果他来的那一集是我们一整季最闹的一集之一。啊？最闹的。你们这样子弄他？哦，他玩得很开心。是吗？哦，是吗？我们做了一台，这可以说哈，有点暴雷。我们做了一台真的提款机的道具。然后套在一个演员的头上，而且你知道我们录完之后，那提款机放在我办公室前面。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吓一跳，我想说怎么有一台这么大的提款机在我的办公桌？然后这有诈骗的新方法。庆生老师是人生中第一次跟提款机说他对着提款机讲相声，然后讲一讲会有个人头从里面这样嘣跳出来跟他讲话。所以你看。太期待了，所以唐吉六要少给台尬实地大戏都非中改竞才，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很棒，因为每一集都是不一样的，舞台剧也好，脱口秀也好，喜剧演员来到这边，然后真的是把自己的这个功夫全部都亮出来，还是其实还好，还是你只亮你的1/10，还在努力摸索。每一样才能要想办法跟客家就是扯上关系，有点困难。不过谢谢黄老师这次来到客家啦，因为黄老师其实在外面票就是秒杀的啊，对，所以黄老师能够来到客台跟我们一起合作，我们真的非常的倍感荣幸。上了之后就秒杀了，希望客家的乡亲们以后尽量来秒杀我的票，拜托。一定会。不过呢，所有的来宾雷斗印尼来宾送节目，我们都有一个这个有话快说。通常我们在跟来宾互动的时候，我们就说，不要想太久哦。赶快说哦，所以来宾压力就很大。但面对你们，我不用提醒，对，因为我只要说好了，可以了吗？停，对。过去被消音的几率有多大？他回答我压力很大。好，来填坑。来，因为台尬什么起头功，其实走在喜开感冉都很有幽默感嘛，对不对？好，至少在人前是这样，人后我就不晓得了。好，来，请问一下两位，为自己的幽默感打分数，满分10分，你几分？我觉得差不多6.5。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还是会不小心把事情看得比较感性或者比较严肃。哦，你很认真回答，是，对，这就是我没有幽默感的地方啦。懂，对，那我们来看他有多少幽默感。1到10分。对，7分。为什么？我现在真的是一个比较谦虚的人。你们
不是，第一集的回答好没有爆点。不是，你本来期待说什么超过100分的？不是，通常这个单元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来宾真诚的一面。我觉得你们刚才都没有很真诚。我刚是真的在说这些，就是因为很真诚才打这种分数。对。对吧？好，来，你们认为你们自己在怪客里面被剪掉了？不会，你们认为你们自己是怪客吗？在怪客里面，在里面真的不算。好，那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是怪客吗？算。为何？就是很喜欢讲真话。认真。对，有时候就是明明在强权的这个面前，对，就不小心会爆出一些真话来。然后对，然后一些生活的习惯啊、感情观啊、世界观都跟他不太一样。怎么好想继续聊下去来分享一下你的感情观。对，很少听到黄老师这样讲。跳过吧。真的，我第一次看到黄老师的表情，跟我平常看到的表情不太一样，因为台尬可能 DSA 都是在表演的状态里面。那刚才突然间好像快要真情流露了。对，刚刚快要真诚流露。你嘞？你是吗？我期待自己更怪一点。所以你不是？我容易被很多条条框框限制住，但有时候我觉得我知道。你有偶包，他是不是？偶包还好，没有，他不是偶包，不是偶包，对，他的包是另外的包，脑包，脑包，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心里面放下一块石头，脑包还好，可以接受，就容易被规矩限制住了。那有时候我更希望自己可以，有时候更做自己一点。我懂，我真的懂，因为明翰是一个就是看起来知书达理嘛，对，纯粹是看起来。实际上也有一点嘛，然后好像动又好文，博学多闻，对不对？然后又很认真的年轻人，他是一个非常专注在挖掘各式各样烂笑话的人，对，谐音梗啊，然后一些对，没有，因为条条框框多了，我们那种刺激的不能讲，你就只能挖掘烂笑话。对，可是我讲真的，所以因为明翰的外显是这样，所以他内心有很多东西，手语感各种朋友可能都不是这么了解跟认识他，所以有时候你看他，如果你有加他脸书，他有时候蛮忧郁的。对，因为他太多框架跟包袱，还做垮过一家公司，这个在这节目讲，我来解读你忧郁的本质。你看，他们还是笑成这样，笑的，因为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录一集，就是不是讲这种笑的，就是探讨一下喜剧演员的内心世界，真情康永的那种。对，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一集这种。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好，可是你们会认真来聊天吗？我就不来而已。好，来，你们在这种大环境里面跟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在外面的场合，你们会是怕那种空气突然安静的人吗？我通常不会在这种社交环境当中主动讲话。就是说像很多的演艺工作人员，就是可能很综艺，但是一到那种场合突然变得很安静。对我其实有点社恐了。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节目到这边结束。其实你知道，我真的是因为我也是，对，你现在想笑是不是？我也有社恐对啊，对。现在好像如果我说我没有的话，好像显得我没有，来，你突出，对，你会突然怕安静的人吗？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你要突然要带动气氛或什么？我自己觉得我从小受到的训练就是要在饭桌上服务好就是餐桌上每一个人。我也是。然后要让话不要掉下来，就是我们上一届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让话落在地上。对。让话一直接着。但我现在想要让自己调整到，就是可以很自然的接受到，不管是跟长辈或是跟平辈出去吃饭，我不要把那个责任扛在肩上。有时候安静就安静，大家好好吃饭有什么不好？对。而且为什么要你扛？黄老师扛就好啦。他扛可能会出事情之类的。对，所以你会怎么打破？我现在更倾向于不打破。我以前可能就会那个谁最近怎么样啊，或者我看到你的那个什么怎么样，可现在我就倾向于就是让他维持。OK， 做自己。对，好，这个就是你看两个人真的要聊起内心的话，其实真的是可以开一集哈。没什么爆点。对，有。来，节目最后的50秒，我们来宣传一下士克博。为什么？不是宣传士克博而已，是宣传你们将要去士克博表演了。9月9号，没错。有谁？有我黄义豪，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讨喜的演员叫吴思伟。是。那我们会在现场做直播。几点？下午2点。2点钟，就是这么 real。而且所以你们会距离观众很近，我们就直接面对观众，而且希望能够做到的是，外面有人在逛这个博览会，对，然后呢，我们在里面直播，很可能观众会乱入，对。
对，观众一伸手就可以打到我们那么近，太棒！嘿，所以所有嘅乡亲朋友，9月9号下晝2點，係講因為可能敏感到黃老師本人那天一定要去我們的客家館，對不對？沒錯。還有10秒，我來講一下9月20號有漫才少爺，對，就是那個本子是黃老師寫的，對不對？好，所以漫才少爺咪喺度改編，然後大家都見面。新嘅7號有黃豪平老師，太好了，你看，對，所以呢。基本嘅看啲下晝嘅歡喜女啲嘅鄉親朋友，第9月9號、9月20是新嘅初期咧下晝度突然嘅試刻薄的客家館地度要做啲看到怪下你們嘅讓喺度改編嘅表演，所以今天再一次的謝謝2位大來賓來到這邊，好不好？非常期待9月9號這邊再到大家來見面，好不好？謝謝。對，好，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放下這個社恐，那我們回來做自己，好不好？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嘅鄉親朋友聽你下來，你要做人同了。好看福喜類咧節目嘅鄉親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簽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支影片分享出去哦。